大家好多時都會用到 iPhone 計算機嘅功能啦。咁但係大家知唔知道原來 iPhone 計算機有一個隱藏功能咧，係可以即時換算各種嘅單位喎，例如人民幣、港幣、公里數啊都可以㗎。話俾大家聽。首先打開計算機啦，咁跟住我哋而家嚟計一計個結果先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即刻撳右上角換轉，然後即時嘅單位就出現啦。咁除咗價錢之外，仲有其他各種唔同嘅單位㗎。iPhone 呢一個計數機嘅自帶轉換功能咧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好多時大家都知道啦，唔同地方嘅尺寸啊、單位啊，基本上都唔同啦。咁而家直接撳完，即刻計個結果出嚟，然後即刻換轉到咧，係非常之方便，而且亦都唔使額外 download 個 Apps 啦。咁所以仲有好多人唔知道啊，快啲分享俾其他朋友知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到呢一度啦，跟住都仲有好多 iPhone 嘅隱藏功能分享㗎，記住 like 同 share。